桂花巷那个好汉坡，好汉坡了，你看看好汉坡，我那里好汉坡，湾子里好汉坡啊，跟前期那水果种那个，哦，真用心，真用心，哦，这一青草，哦，赞赞赞，我那里还名胜仙草，仙草，仙草，仙草。哦，仙草呢，哦，赞哦。来看啥物啊？仙草，仙草，嘿嘿，赞赞赞。哦，后尾大公路，是大公路啊，我黄金桂吼，青春金，哦炭高地吼，捌听过哦炭高地，哦小河迄啲，哦杨梨波，杨梨波，红骨市啥？红骨市场啊，红骨市场，一条筋啊，一条筋啊，山坡道，我通做药个，好甜哦，这种药材个，红骨四五加，哦，红，拢用，草草有，哦，山地里，三脚比啊，哦，这我是中药材个，会使炖啊，哦，这是中药材啊，哦，我这一罐的啦，吼，生姜啦、豆乳啦，吼，温泉粉啦，哦，这我那个哦，杀蚊的吼，哦，我这啥？这啥？哦，这哈，保养，我中药材很保养，哦，这一种中药材啊，你看，我用我的啦，哦哟，这大只香啦，哦，这买一包3回啦，嘿，5万钱，这50。5万纸，哦，啊，5万纸会当做啥会用的呢？洗衫、洗金啊、洗裤。洗金啊，好啦，啊，你无用我用啦，好啦。你唔用啊？啊用我买包的，爱较骨来用的。哦，安那会吼？啊，着我甲翕遮久，才甲买一个啦。哦，安那会这？哦，这头家写这字个水个紧呢。啊那，你是练几档啊？哦，用这读好笔。哦，迄叫啥物茶？哦，银花啦，好赞。哦，你知我当收。